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鳳形仙館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五彩高山洞鏤空團螭鈕正方張。本品屬於精品老姓壽山高山洞名石嘅翹楚，藏珍級數嘅嘢，早年老料老石頭，係五彩晶洞嘅精英代表，到達咗結晶嘅質地。作品五彩色相明活，晶瑩透徹，紅橙黃白灰相互交錯，色澤形純飽滿，嫵媚動人，感覺充滿咗靈氣，結晶度好高。要知道呢種級數嘅五彩結晶高山石產量係非常之少嘅，價格亦都非常之高，難得方正大材。睇尺寸絕非僅如小指般嘅小石頭，手感溫潤，入手心蕩，上手把玩呢則如凝脂嘅石質穩定堅實，立質感十足。作品品質極好，性穩，其他坊家自己睇料就知道啦。白人唔想多言。呢個雕工屬於圓雕類嘅作品，配合咗鏤空雕嘅技法互補。作品雕五黐團器，象絲色彩，依形劈畫，圓雕黐繡，屬於傳統東門派嘅表飾方法。古繡到位，筋骨直，好精彩嘅團黐雕工，黐繡好有神韻，工藝精湛不凡。雕刻嘅刀法細膩流暢，方寸之間呢黐龍嘅雕工有法度，身姿矯健，穿插流暢勁挺，形態飽滿威武，似有靈性咁栩栩如生。